岭南马泰安溪的崩山湖目前暂时是稳定的状态。根据农业部的估算，这个土石差不多有3亿立方公尺，其中有17%是拢摒落溪埔，溪埔的烂土平均有间2米悬。另外，山脚放弃的爆花，目前临时的已经做好啊。画面中，依然是土山爷爷杯。林保署车车继续出动空中摄影机监测马泰安溪崩山湖暂时无异状，按过2边铺面保较稳定。根据农村水保署上新分析报告显示，蓝色是崩山湖，红色是崩塌地区，总土山囤积量3亿外方，83%有2.5亿方压在崩塌区，17%是囤伫中下边的河道。期待它是分批，然后慢慢的这样子流出来，就比较没有问题。比较担心是说，如果是一次大量的流出，那伤害就会比较大一些。水保署指出，其实公福市区是伫高冲积线头前，在前湖泊高顶都已经比爆发内底农地甲市区较悬。这摆土山为水头冲落来，在后公福市区边的湖泊高墩悬2公尺，湖州街高墩悬2.6公尺，是这摆上严重的地区。佛祖街这个部分，我们今天采取了严格的交通管制，让所有的重机具在里面作业，已经连夜的赶工。目前来讲，已经完成了2860公尺的堤防建筑。在后山的爆发受损总长2860公尺。灾害前线协调所宣布，伫临时管工之下，临时爆发已经全部修好。虽然是临时，暗过也真细致，有3层保护，包含第1层顶地防护，第2层太空包挡水，第3层是爆发土改顿复杂。我们在前方这个土堤也会进行这个钢网跟混凝土来灌制。那这样的话，它的防水效果更好，这惯用在我们的隧道工程。透过新闻实验室小组制作的动画影，看到崩山湖溢流了后，大水带土石10分钟，第一波放到马泰安溪桥，马上将桥冲下去，无偌久水陷公福市区。最后要安怎保护民众生命财产？中央表示暂时爆发差不多3公尺悬，引动1公尺悬的水，河道清理工作也未当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